好，来继续来看这届台北市长的选战是真竞争，三个人的实力相当。平面媒体上新的民调，蒋万安的支持度28%，陈时中26%，黄珊珊25%，三个人的差距只有3%，拢伫咧误差的范围内。啊，讲陈时中面对这款的民调是老神在在，讲这个比赛哦，才拄拄啊开始。啊，那黄珊珊是讲会继续来努力。到底倒一个放假日要上升，陈时中当然爱甲伊同款有艺术背景的国语黑杰克。台北动漫展上尾一天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透早就到现场，慢慢啊行，看说，手上更加是热心送这个礼物来。依照平面媒体民意调查资料，台北市长的选情，国民党立委蒋万安得到28%选民的支持，陈时中26%，另外黄珊珊是得到25%的支持。民意调查的数字拢真接近，对着这个代志，陈时中的态度看起来特别轻松。比赛在刚刚开始的阶段嘛，哈，那这民调让大家做参考。对家己真有自信，毕竟做过指挥中心的指挥官，台湾过了真成功。另外一边，副市长黄珊珊是专心处理市情行程。面对记者的问，黄珊珊表示讲，爱阁继续拍拼。目前拿立北三方面的势面拢真平均，年底台北市长的选战到底什么人会赢？目前要真歹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